多谢应选来讲，韩国人气的天团进前来台湾演唱会，开演唱会伫高雄引起真热的旋风。昨透过官方社群呢，有提供35秒底片，内容有收录演唱会精华。这影片内底呢，唔若记录这支持者的热情。伫高雄国家体育馆外口有真侪人，也有高雄地标百货大楼。连地潭的龙虎塔，还有呢，短短35秒影片，嘛有回顾到这个高雄连续开2场演唱会精彩的画面。12点钟，累积二站的人有超过4万人，有将近10万人次的人看过。未少支持者看到这个影片，看到这个短片，拢真感动。写讲期待高雄再相会，高雄永远欢迎您过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